继续来看彰化县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红俄罗斯地表上水的建筑，有一个外号“白色海猪仔厝”。讲配合着世界海洋日，举办海洋生态的展览，会当看到中华滨海美丽生态。 配合世界海洋日，伫新港乡的白色海猪仔厝有西边着有种的白色海猪仔，还有中华滨海鸟仔，而且还有真侪专家来协助布展，让展览更加精彩。 彰化县政府从今天即日起，一直到10月30号，在我们大家熟知的白色海豚屋这边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展览。彰化县政府有规划海洋生态教育，而且有 DIY， 还有导览。另外，伫室外嘛有规划一系列的活动，让民众会当来亲近海洋。暑假期间，我们在旁边的这个清安水道里面有一系列的独木舟啦等等的相关活动。那平时我们这个假日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生态之旅，以及我们的 DIY 海废的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制作。官府嘛欢迎全国的乡亲有趣味拢会当来听。 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